時代論壇聲音專欄，每週精選。2012年9月2日出版嘅《時代論壇》專欄，不是青蔥。沈慧南撰稿，題目係只是一場遊戲。政府為到國民教育科嘅爭議去降溫，喺7月29日遊行隊伍到達終點之後，同一時間就召開記者會，宣布設立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當日3個團體嘅代表，包括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同埋教協，喺9萬名參與遊行嘅市民面前，大聲去講出唔會加入呢個委員會。清脆利落，呢啲都係市民共同見證㗎。之後發生嘅事，大家都喺傳媒入邊睇得一清二楚。政府委任行政會議成員同埋前平機會主席胡紅玉出任委員會主席，而焦點就落喺名單上3個嘅名字，旁邊標示住邀請中。朋友嘲弄咁話：我哋其實亦都可以將梁振英列入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嘅成員名單入邊，只要加一句邀請中就可以啦。最近翻查關於國民教育嘅資料嘅時候，將國民教育委員會7個字擺入去網上搜尋器去搜尋，睇下會有啲乜嘢新嘅發現。竟然發現原來國民教育委員會係一個遊戲嚟嘅，啱，係遊戲啊！原來80年代嘅街機入邊曾經有以此命名嘅遊戲，玩法係回答一系列嘅問題，然後過關之類。諷刺嘅係，問題並唔係關於國旗最大個粒星所代表嘅係乜嘢，又或者中共係咪進步無私團結嘅執政集團，而係關於天文地理、生活常識之類嘅問答。我發現喺內地同埋台灣都有人提起呢一款嘅遊戲，大概係曾經盛極一時，受人歡迎啦。新政府上任唔到2個月，就公然作出一次又一次賣弄文字嘅遊戲，胡混過關嘅行為。明明對方已經拒絕加入委員會，亦都要硬將對方嘅名字擺入名單入邊，透過政治嘅化妝掩飾醜陋。只怕以後政府有啲乜嘢嘅過失，亦都會繼續用標點符號、花槽同埋花棚嘅分別，以及邀請中等等去胡混過關。最近胡紅玉表示，委員會會喺3年開展期入邊可以同政府提出任何嘅建議，包括撤回課程。如果係咁樣嘅話，亦都真係好好奇啦。如果9萬人上街，政府亦都唔撤回，點解呢個以開展一詞命名、由家校會等親政府組織為主嘅委員會，會喺3年之後突然頓悟，要求政府撤回課程呢？只怕呢個國民教育委員會亦都係一個屬於政府玩弄民意嘅遊戲工具啦。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